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针对着2018年底选举呢，伫个日前已经来完成这个选举登记的作业。那么伫咱台南市呢，市长候选人的部分总共有6位确定登记参选。那么其中的5位呢，包括着民进党的黄伟哲、国民党的高思博，也有无党籍的有林义峰啦，也有许忠信甲苏焕智呢，伫个进前那有来到咱节目当中说明因参选的理念。那么今仔日呢，咱邀请到今第6位台南市长候选人呢，伊是被俄勒为全世界最棒的里长。咱今麦就来欢迎这位咱的龙崎区的牛埔里长陈永和，我们的市长候选人，欢迎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和。是好，那么这波一开始我想咱应该透过咱的节目，咱想和咱的观众朋友来了解你是不是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呢？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候选人陈永和。陈永和3字可能大家对我会较陌生啦。但是大家若来讲着讲，两家有一个里长在反抗掩埋场。对啊。安尼大家会较熟悉啦因为报纸甲咱的媒体、咱的电视拢有咧报道，所以大家较了解。对。但是咧，我自细汉我就伫迄个山里大汉的啦甲9月咱离开迄个所在啦。所以反对迄个掩埋场迄嘛是一个责任啦希望以后会当保持遐个好山好水，会当留互咱的子子孙孙一座大自然的公园啦，毋通留下一个粪扫场啦。所以希望大家会当来对我有一个较进一步的熟悉啦。陈永和就是迄个牛埔反对掩埋场迄个里长，所以恁若是听到讲陈永和，我就甲迄个牛埔里长摕来斗咧，安尼啦，感谢大家啦。是，安尼讲，大家就对你有印象啊啦而且咱一个透过咱的节目呢，相信大家会对着咱陈永和市长候选人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那么真侪人可能原本拢想讲你进前出来讲话要选敢是安尼画的，结果毋是呢，200万的市长选举的登记保证金你拢甲缴落去，正式登记参选好，咱即摆呢，就来看8月30号动工咱陈永和呢正式来登记参选台南市长候选人的新闻。以着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的陈永和，今仔日下早谈93岁母亲以及伊的牵手甲查某囝的陪同之下，一家伙前往着台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台南市长。伊来表示，家己参选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要守护伊的家园，守护这片土地。我今仔日要来登记市长参选人。我是真正用心、用真，要来表示讲，阮规家伙仔人对台湾这个土地，阮要来好好来甲守护落来。阮绝对要甲台湾加留一个大自然的公园。阮嘛无爱，互台南市搁再加一个有毒的掩埋场，伫迄个河川的顶游。我感觉讲。阮的主张是对的，阮是要发展无烟囱的工业，阮绝对无爱有毒的四 A 废弃物。伫阮的故乡，甲阮做安尼，今仔日若是如果牛埔会当来带这个有毒的废弃物，若是2人溪的上游可以掩埋有毒的废弃物，那我要请问大家，我要请问政府，台湾有哪里不能掩埋？袂使讲。为着要处理一寡有毒的物件，就乌白囥，绝对无可能讲用阮这个政府继续搁再来污染这个土地，要留互子孙的，就是清气的土地，绝对无爱留一个粪扫地，互咱的子孙。面对选情的问题，陈永和表示伊相当有信心，因为厝内面的人对伊93岁的妈妈、到伊的某、甲伊的查囝，每一届府选拢会胜选，已经有6届府选成功的记录。
另外，陈英和也是第一个抱着现金来缴纳保证金的参选人。选务会人员也表示，这么大笔的保证金用现金缴纳实在是真罕见。另外，陈英和也来表示，伊未来成立任何政治献金的小户，伊不爱用钱来拍选战，伊会用心、用诚意来拍选战，让台南的民众真真正正了解到伊为台南的用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人讲即个选举真正是一条做歹行的路，尤其吼要来选即个台南市长无简单呢。啊，咱看到讲吼，你一刚去登记参选的时阵，哇，你的某囝吼，你的查某囝，啊，佮有你妈妈90几岁啊，共款拢出来甲你相挺呢。你厝内人都支持你参选吗？足支持，非常支持。4当前要选里长吼，我非常的拜托因，因为因感觉讲，啊，你都头路做好好，啊，较落去插迄咧。你都谈厝头啊，啊，我就甲讲，啊，都落力几啊冬啊，啊，无若无做吼，啊，无选到尾啊嘛是拍算啦吼。啊，既然都行落啊吼，无甲选看嘛的嘛，反正也无一定会调啦，啊，就甲因安尼哪怪，啊怪4当前怪因陪我去选啊，啊，结果因就想讲啊，都袂调就选就转来啊，啊，无伊哦，一选嘞，唔爱赢20票。有史以来唔捌赢遮济票呢，我赢1票，啊，所以从这条路从变成不归路，从硬行落啦。对啊，啊，这边不归路啊。对啊，啊，这边4当后吼，我嘛是足丢毒啊。无我袂讲到尾啊，等咧，我完全无这种想法，讲想要选市长啦。吼啊，到到尾啊决定落来时阵吼，啊，甲因甲阮兜吼，阮妈妈啦，阮某啦，阮查囝，啊，讲好了吼，啊，所以换因带我去选啦。哦，我做支持你。啊，咱无理由拍拼遮久，啊，个环境也遐尼好，啊，咱要甲放弃啊？啊，这放弃都唔对的呀。啊，咱做的是对的代志啊，所以若做对的代志，袂使放弃。啊，因从我陪我去选，啊，阮妈妈要登记的进前一暗吼，佮欢喜甲困袂去，佮一暝无困，佮反面呢。啊，所以这边是因带我去选，唔是我招因去选。啊，顶一届是我甲因拐去选，啊，这边无共啊吼。所以证明讲因真支持我啦。对，这无简单的。一般吼，大家拢想讲哦，家己的亲人要去选举，做歹行的路。结果因竟然是吼，等到听你，佮叫你出来选啊吼。啊，所以所以我想要吼，访问咱的候选人来讲，要甲你请教吼。其实呢，你为虾米吼决定要来参选，这足困难的一个决定？你迄个时间点是安怎？你为虾米会拍算讲要来参选落去？本来吼，反对这个演艺场，反对6、7党了吼。我从来唔捌讲吼，想要选市长啦，这咱讲坦白话啦吼，这唔是这个一般人会当做的工作。对啊。但是我伫今年3月14，我带着阮遐的乡亲，去台北，去陈情，去工业局。啊，阮到工业局的时阵吼，阮甲遐官员讲，恁是安怎开？要甲设迄个所在伫遐，啊，阮就要发展观光，啊，你无法发展观光，啊，尾仔就甲讲，啊，发展观光甲台本社拢会当做一伙，啊，阮愈听愈方火啊咯，后迄个发展观光甲本社场会当做伙，啊，这愈听愈方火，所以伫迄个搭，阮总会去得到一个消息，讲当日民进党因的候选人要提名黄伟哲，啊，阮总会掉头。车怎啊开咧？本来要行政院陈情的啦，要找大清德陈情的，怎啊想讲无来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啊来甲伊陈情。啊，我连中央党部伫地嘛毋知，迄个书记敢载去的咧，伊拢只书记敢带去的，啊带去了，阮就落车了，啊警察嘛算讲敢带路啦，阮就本来伊无反过，阮就莫去尔嘛吼。阮踮咧华山公园，因遐讲迄个华山公园，阮伫咧从我伫遐休困嘛，困中头嘛，插伊啊。结果。警察界来赶带路，佮赶指挥交通，佮叫阮着爱坐伫迄个位，啊坐好了，当用提篮赶围起来啦。啊围了，当然以我个性，我就开始抗议啊咯，麦克举就该结啊咯。一个麦克一举开，讲一句、2句、3句尔，伊就第一次举牌，第二次举牌，第三次举牌，违反集会游行法，啊就甲我起立啊。我全部都照警察的指挥。我哪里有违反集会游行法？啊，集会游行法嘛是恁民进党在野的时阵讲要废除的这个恶法，啊，你现在用这个恶法啊来牵制阮遮老百姓，啊，佫敢合拍，迄阵甲起立，我就规百岁啊！我讲吼，
迄阵要带阮遮的老人转来嘛。但是大家伫遐嘛是毋甘愿嘛。我讲啊，毋甘愿要安怎？敢会使踮遮过暝？哦，咱目屎7个转来，毋是干来一样选市长尔，市长是咱咧选的。啊，阮迄个遐个乡亲，大家就感觉讲，啊要选对啦，选票伫咱的手，咱要选上是咱的自由权利啦吼。但是因迄阵毋知我心内咧想讲哦，啊我嘛会当选，只要我若交有迄个保证金，我就会当选啦。是。啊好啊，转来吼，我绝对甲你选看卖。所以讲要转来伫5年吼，我规条头壳拢咧想讲吼，我是真啊真后悔支持民进党呢。啊，我因还袂创党，我就是去创业啊呢。我创业第2年，因才创党呢。啊，我逐当赚的钱吼，我拢甲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吼，拢斗相共呢。啊，无就社会公益啦吼，社会公益我会帮忙呢。啊，帮忙到最后，他说我栽培的党，我努力的党，啊来，甲我移送法办，安尼就毋对啊咧，安尼就若要讲斗相共，无倒不如咱家出来算下咯。安尼才有迄个起心动念啦，去互欺负着啦，起毛歹安尼尔啦，剩咧无啊啦。起一个，我想要参选台南。啦，起一个，啊，就是有迄个念头尔，还佫无迄个决心呢吼。迄即咱讲真诶，迄是到尾啊吼，迄是到尾啊的时阵吼，苏焕智也要选，吼啊，苏焕智都要台北啊，啊，现在开始要当来选，嘛真奇怪，嘛真奇怪，安尼。所以，即个代志高当来，伊都要甲讲个清楚。啊，伊咧做县长，高当无甲讲。而且毋对。啊，若安尼，我一定爱来详细吼，来思考即个代志。对。安尼打开始伫遐下迄个决心，伫咧等。所以，伫真啊宣布吼。啊，我着要甲宣布，因为吼，真正心情真歹啦。啊，搁再者就是讲。啊！你往会做要做市长，啊！你101年，啊！你毋得，你已经家己有伫200年提案，吼，讲要来即个保护迄个异世界的地形，吼，啊！伊要列入世界遗产来保护，啊！102年，啊！赖清德嘛家己新闻，互咱的中央政府工业局讲。101年开立民大会，大家拢反对啊！啊，所以呢，这个案要退掉。啊，反正做嘛，家己去甲讲，这预算袂使搁编落市政府的补助金啊，啊，回馈金拢无来啊。啊，这个代志毋得了啊！啊，结果到105年，咱的 NGO 就是环团，环保团体叫伊讲，你若要选市长，当选市长，你得保证你袂当迄个执照互伊，袂发执照互伊。我做无来啊，无来，我就感觉讲，安尼。那怪怪啊！啊，你知影的时阵讲要无条件来保护嘛？啊，你叫你签这个不同意书，啊，你佫毋敢签，啊，佫家写一个第一道写2点原因互阮，讲第一点，吼，着爱无迄个断层啦，吼，啊，若有断层伊就无爱啦，啊，若无断层，第2点着爱佫在里面有同意啦，吼，里面有同意要做，伊当要做，啊，若无伊就无爱啦。我讲也对，啊，里面自头开始。我还未做里长的时阵，里民大会就无同意啊嘛。啊，我做市长，嘛我做里长，我做里长的时阵嘛算是种公投啊嘛吼，嘛无同意啊。啊，你真个讲这，啊毋拢恁讲恁对，啊好啊，一个是9年来毋反灾，啊一个是未来反未自信的，算。毋当伫迄个时阵决定讲，7月决定讲，好要选。啊，要选哪准备啊？对。要准备我袂晓啊，啊袂晓啊，阵就是海底梦尖啊，啊聊聊来啊，一步一步，啊行到今仔日，我嘛无想到讲行到今仔日，行又来到恁的摄影棚来录影，或者缘分啦，啊，都选举甲当做一种趣味啦。像我咧反对 M 中，我就是甲当做讲，啊，都心息，啊做对的代志，免啊紧张，啊都若莫讲去乌白来，啊莫去讲乌白中伤，啊讲有诶无诶，安尼得啊。哦，这是7当来，我拢一直安尼啦，无改变啊。各位观众朋友吼，恁大家会当了解，今仔个互你较了解啦吼。歹势。对，所以安尼听起来讲，你为着吼，咱这月世界吼，安尼这个环保的问题，结果吼，你嘛会对着讲吼，某一寡候选人失望啊，规气家己徛出来选啊，互咱的选民更加侪选择。啊，咱知影讲你之前有捌加过民进党过，所以你曾经是民进党员啊，所以你即马是对民进党失望吗？
民进党这个吼，讲到这吼就较棘手啦吼。讲到这像咧说我家己的嘴皮共款咧。我加入民进党是因为柯添在迄阵市长迄阵伫美国回来，啊要选立委，伊要伫台南县选。对。啊，台南县选伊就要有联署嘛，爱有党员的投票嘛。哦。啊，所以迄阵就招党员，啊，都有阮一个劳动司吼，过去劳动司，甲带来阮公司啦。对。啊，带阮公司的时阵，迄阵我已经创业第4年啊啦。我想，啊，这个党都不是我支持的，啊，伫这美国回来，啊，甲看吼，而且这人嘛袂歹嘛。啊，我就开始去甲伊招党员啦，啊，招差不多正10个嘛。啊，尾啊吼，实际上要加入的吼，啊，才3个，我其中的一个啦。啊，加入我嘛捌纳着，我嘛捌纳着迄个党费啦。因帮你缴啦。好啊，尾啊嘛无帮我缴啦，因为柯添在尾啊从走去来台南市选啦。是是。啊，我说英雄不用武伊地啊，啊，我就甲等讨较去啊。哦。嘿，从伫迄个大事。主动退动啊。嘿啦，从主动就较无去啊啦，啊，所以讲我根本嘛毋知有算民进党员无，我嘛毋知第一我有加入啦，啊，伊嘛我党证啦吼。啊，第二我从来嘛捌迄个交过钱啦吼，啊，党费啦吼。啊，第三我嘛毋捌因的初选讲去转过因啊啦。哦，是。因为到尾啊，阵讲要用迄个。用迄个啥？初选要用全民调的嘛，啊免党员的啊啥，啊所以我啥物嘛无，啊我这个党员吼是来讲啊嘛做甲哩哩啦啦。对啊，到底敢是嘛？佮无做决定的。嘿啦，这我嘛毋知啊。所以是，啊但是迄阵你会安尼做，你其实嘛是对民进党有期待嘛。迄个时阵是感觉讲，伫迄个戒严的时代，吼，迄个年代内底，感觉有一个政党来制衡啦吼，安尼是对这个社会。会较好啦，吼，袂较歹啦。我莫讲拢干那一种声音尔嘛，吼。啊，所以我迄阵的理念，我迄阵才20几岁尔，我真单纯就是讲，咱的社会都要有2种声音，安尼起来较地，对咱的百姓当有帮助。是迄种念头来甲民进党做伙，是纯粹干那安尼尔啦。啊，所以在算支持到尾啊，结果讲。啊，我拢听伊的话，啊，着爱坐伫对一个所在，啊，对一个位置要发活动，啊，到尾啊，甲我用机会邀请我，甲我移送法办。啊，这个党，啊，这个党我要搁卖，我当然讲毋咯，我足受气，足后悔支持这个党咯。哦，当然这个党内底嘛是有真济袂歹的这个从政党员啦吼，咱袂使讲大家拢歹啦。啊，但是咧，啊，正甲看的吼，我拢是遐歹咧换头啊。我讲一句坦白话，啊，我今仔我甲讲白话，啊，这歹咧换头，因为这歹这我有甲因这7党内底拢有对抗过啊啦吼。安尼也对，安尼我无爱搁这个党，因为这个党吼，我真正无爱啊。啊，我家己要来拼，我家己要行家己的路。啊，我任何的政党、任何的政治人物要来甲我斗相共，我都无爱。我即道要做一个上清气的选举，真真正正，也无啥物拗言，也无啥物开钱。哦，那我著开啥物钱？我著一个心得啊，我用真心来选得啊。啊，我对民进党的反感，就是伫遮来啦。哦。系啊，我栽培伊，啊伊对咱亲像讲，啊一个老爸饲一个囝，啊饲甲大汉，这个囝对老爸不好，我也要买，我毋。我一个就较好啊咯，啊个性我插伊啊。啊，所以即马民进党你支持袂落去，啊国民党呢？其他政党你嘛是无法度吗？正是安尼啦，正是爱讲政党，毋免搁伫我面头前讲啊啦吼。到尾啊，拢吼。会变正啦，吼，政党到尾啊拢变正啦，即我你讲坦白话啦，看济啊啦，吼啊，我会支持人，吼，即个人有咧做无？即个人若有咧做，我就甲支持。是，但是6个本来是7个啦，吼，啊变6个要选啦，啊，本一个啊一个本来足早就讲要选的人吼，我才会退选，我嘛毋知影什么原因啦吼，啊，我即7个内底。一个退党，一个退出，剩6个。对。剩这5个内底，主持人你甲我讲，有送这6党来，真正来这块土地甲我关心，有送。如果若有，我退出，我退选。哦，我直接跟你讲头。就是无啊。啊，就是无，我毋当就爱出来选，对毋对？吼。所以今仔日，如果若是有，如果黄伟哲若是101年、102年的时阵，伊坚持伊甲柯添财的理念，就是讲。这个所在爱列入世界
遗产保护，而且伊个是河川的上游，袂使来放这个物件，所以这个政策毋是环保问题，这个政策是选唔到所在放粪扫场的问题。你较会使讲，一边要发展观光，啊观光就发展到差不多啊一个教学园区真水啊嘛吼，啊你当要来甲放一个独伫边啊，无可能啊！啊第二，你较有可能讲一个2人4而这行溪已经整理甲遐清气啊，开30-40亿呢，迄是偌清德咧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有来去斗争取有对的呢。那么今恁咧做中央啊，讲顶悬放一个岛，讲这是必要之恶。讲这起一间厝吼，袂使无起便所啦。啊，主持人你要想，安尼嘛对嘛，嘛正确嘛吼。起厝敢会使无用便所？袂使啦。但是我要甲咱的政府讲，起厝的便所无毋对，啊，你的便所敢会做伫你的客厅？你要做着位置嘛？啊，你的马桶敢有可能会放伫讲你咧煮菜的教室路边啊？放毋着所在啦。放毋着所在对啦，就是安尼来嘛。啊，这5个有对一个，有对一个讲，这7冬来，伫我还未去台北进前，大家都拢安尼足认真来反对啦。啊，不管是都会去关心这土地，有对一个，你甲我讲有对一个。柯中信伫105年3月初5，去阮办一个自救会，哦，阮有一个梁俊礼办一个自救会，伊有去遐致辞，差不多3至5分钟，佫过着无啊？吼，啊那林义峰，我若最近才知影讲有这个人俩，最近才知啊。啊那苏焕智是9当前就知影这个代志，毋我知。啊那是高书博，我从来冇看到人。啊，高书博伫我要静坐伫市政府咧静坐一暝一日的时阵，我已经坐24小时啊，讲伊的主任等来找我讲，迄个要来甲我声援一下。我讲我坐24小时啊，我著搁等恁，啊你人伫对，讲伊还搁伫新营，我讲遐，啊毋要搁加坐1点钟啊。我甲警方讲我要坐24小时，我时间到我就离开，我袂搁加坐。我时间到我就离开啊！我也无加坐到1分5秒啦。啊，过来，咱搁讲到黄伟成，啊起落了，啊这5个啊无一个真心来讲关心的，啊当然我就该挑出来算了咯。哦，所以我师出有名，我毋是出来黑别人的，我嘛毋是讲一个较粗嘴，讲我出来甲人来拉比赛，袂，就是要甲选到到底。哪怕讲我干那剩1票，无阮兜嘛还佫3票。阮老母、阮某、阮查囝嘛佫3票，加我就4票啊。加我一个就4票啊！我共款要甲选到到底，我管他民调几趴，我袂咧甲信的，要选就要甲选，选理念，毋是要选迄个官位，选原则，选是非，毋是咧选讲我要爱迄个权利。哦，这主持人我讲者吼，希望咱的观众朋友会当了解，我陈永和、我陈永和，就是要选理念，就是要选原则。毋是讲要选举要用钱出来甲人收假，无可能。对，咱知影讲你即届选举，敢若要开350万，对无？200万保证金，150万就咧竞选的。是。啊，所以你其实吼，拄则安尼听起来，你讲就算4票嘛，好，我想不止啦。因为咱听过你这个理念了，我想即摆足侪人伊也毋是要选政党啊，对无？其实伊要选的是一个理念，一个理想。吼啊，所以你出来是加互足侪人一个选择。吼，当然是不止这票，但是所以你即届出来选，你可能因为咱就安尼来看啦吼，要当选其实即个几率，吼啊，还有即个民调，咱看起来，吼，当然即摆是政党咧对决的，迄个竞选的几率较大。吼啊，你本身可能你敢有感觉讲你家己一定会当选，还是讲你真正就是出来选理念的？安尼讲啦吼，350万，扣掉迄个200万，剩150万。对。我伫顶2天啊，我有公布我的数目，我已经开282.7千几块去啊，所以我后手剩67万，后手67万吼，要搁甲3个月通开，安尼要安怎选？嘛是照我选，嘛甲选落。选我上届当的本，就是我去买5台宣传车，吼，迄个开袂少钱。哦是。过来就是讲我学遐音响，啊搁。学遐个车顶的看板，吼，才甲开真侪钱去。啊，剩了就后壁要搁开无啊，都大条的开了啊。啊，所以无可能搁开啥钱啊。啊，搁来着啥？我有4个朋友来甲斗开车。啊，当然我嘛袂使无用薪水啦。因4个要斗3工，当然嘛爱
互人会生活嘛吼。对啊，加减补贴的。哦，不止加减啊啦，我一个便当人讲正常啊，讲算70块。啊，一日是毋是2顿？会到顿甲下暗顿都要140块，我互因150咧。哦。我因150咧，加菜一个。系啊，啊，所以我一日互因家己要安怎去安排时间，我拢无管。因要走地，我嘛拢无甲管。我干那甲因讲，你爱注意安全。对。啊，我甲因保险是保1档份的。因家总是开4个月尔吼，开无到4个月，我甲因保险保1档。即使选举以后。因的意外险，我嘛搁有保掉的咧。哦啊，因安尼算落来，一日爱有1150块互因。4个呢，我1个月爱开14万呢。啊，搁咧我剩差不多3个月尔嘛。啊，所以我3个月算算的，我这真够啦。有够啦吼。够啦，这毋是选你了咩？这钱都要甲选落条的呢。要甲选落条的吼。嘿啊，这要改变这选举，这钱都要选落条的，无咧选你了咩？选你了的时阵，我就踮阮兜家己画爽个，我画倒啊。我后来开踮咧呜嘿啊。所以咱的观众朋友，我会当希望恁会当一个思考，恁到底是要选什么款的市长的选举？我无意见啦哈。但是我陈永和甲你保证，讲我绝对选真的。绝对选甲大底，吼。但拍到阮头4票尔吼，我嘛共款要甲我的理念发挥甲上进步。我袂因为安尼，讲人家看我衰啦，看我袂调啦，唱衰我啦，我就感觉讲放弃啦，无可能啦。7档内都毋捌放弃啊咧，最后剩2个外要放弃，我头壳歹一个，无可能。观众朋友，我绝对选真诶，啊，就恁家己要选我吼，还是毋选我吼？恁家己要选什么款诶人，恁家己去做主张，我无意见。对对，其实选举吼无到最后吼，毋知影结果是安怎，对当然咯，系啊，我绝对有信心的啊。对，有信心，对啊，有信心，才要选无200万咧落价的哦。啊，这甲钱无关系啊，这就是因为我认为老百姓绝对会改变嘛。台南绝对毋是讲一粒西瓜出来选就会掉，迄个年代已经过啊。就是主持人你头讲的讲，政党政治的时代已经伫民主的改革内底已经是过程已经过啊。对，即马做是人讲无爱选政党啊，要选。我无相信台南人哦，拢要做西瓜子啦，西瓜子啦吼，西瓜内底一定要有籽嘛吼，毋是讲完全拢无籽嘛。所以台南人绝对无可能大家拢要做西瓜子啦，无啦。搁有要做西瓜子的人，伊就继续去做，咱袂甲影响啥。但是咱要来改变因的想法，咱要来改变咱老百姓的想法。选举你到底是要选什么款的人？是要看什么款的选举方式？你要搁继续安尼吗？迄都因的代志啦。交我无期待。好，所以吼，咱陈永和候选人呢，伊讲呢，伊选真的啦，而且呢，伫咧透过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表达你的理念，互大家来选讲，你真正是要爱什么款的家园嘛，他投票互你嘛，并不是讲哦，你是要支持政党，即马要支持政党有多少啊？大部分还是吼支持讲这个人伊的理念是安怎？好，所以咱今仔真欢喜透过咱的节目，互大家了解讲吼，我们陈永和候选人他的理念啊，所以咱其实知影讲吼，伊一开始为着要来参选吼，会来加入参选是因为月世界这个事件。吼而且你今嘛这个也是你蛮大的、被人家称为哇世界上最棒的里长，为什么会被这样称呢？我们来看一段 VCR。现在大家所看到画面，就是世界级的屋地地景，嘛是珍贵的外世界语言，经过复育以后的成果。不过经济部却是伫2002年定案，要将当中的兵工厂改做大型事件废弃物处理中心，有高达41公顷范围。互原本做螺丝工厂成立的陈永和，以反对家园受污染，全力投入抗争，甘愿做工人选里长。想袂到单纯的动机，无任何的机仔甲文宣，就互伊当选，转向政治这条路，甚至被网友俄罗斯全世界上赞的里长。对此，陈永和认为，只要愿意为乡土奋斗，每一人拢是上赞的。大家拢讲我是全世界最棒的里长吼，我爱感谢遐网友啦吼，就因为因有来咱的牛埔龙塘教学园区，才有看到咱真正有认真咧做，所以一个传一个吼，才传出来的啦。我做这个封号吼，给我这个封号吼，我承担不起啦。我认为全台湾的里长吼，拢是上棒的里长啦，因为大家咧努力的环境无共啦，所以吼，唔通干那看到我。应该看全台湾的遮个里长，大家因咧拍拼，吼，迄个情形，所以我是感觉讲，只要咱的百姓大家若有认同吼，应该是有认同即个土地，咱的百姓有认同即个土地，咱所有每一个老百姓，咱拢是全世界最棒的里长，
吼，里长是一个称呼尔啦吼。咱全台湾人若是认同这块土地，咱拢是全台湾最棒的里长。当然，这条长期控制的路，若无亲身经历，真歹体验。陈永和认为，不要有一群幼稚的战声，甲环保团体相挺，才是上大后盾。也无伊只会当单打独斗，话愈讲愈感慨，嘛流下目屎，互人看见伊铁汉柔情的一面。台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讲真诶，要安尼来控制遐尼济，当无简单，遐尼坚持。做者政治人物，伊也感觉讲，这对伊来讲无啥物选票，因都毋做啊。好，所以对你来讲，你敢是详细去甲咱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安尼哦，这个抗争的过程吼是真辛苦啦，但是咧，我将来毋捌去甲演卖场讲发动阮的群众去共包围，去共创啥，我毋捌。啊，我毋捌的情形之下呢，这个咱的网友甲我封为全世界最棒的里长啊，我是感觉安尼啦，这是太过于过奖了啦吼，卡学了上过头呀，我家己嘛歹势。其实我有心肝的家己咧想，全世界上好的里长拢伫咱台湾。好，全世界最棒的里长都在台湾。如果台湾没有这些里长，那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环境比较好。所以这基站的里长，但是讲真正的最棒的里长。我嘛希望讲咱这的乡亲大家会当甲恁的里长，搁再配合我较好，互咱的台湾成为全世界上水的一个国家。这是我讲坦白话啦吼。啊，那我最棒的里长过奖了啦，我心动袂起啦。应该是台湾人是全世界上济好的里长拢伫台湾啦。这我大家做这里长都赞啊，李鸿娥了被封这个名称让大家对里长有更多的关注啦。嘿，来，咱来讲一下月世界这个掩埋场的事件，好不好？月世界这个事件吼，咱来看这张图就好啦吼。咱来看这张图。来，这张图伊是一个野溪嘛。啊，这个野溪是安那开有遮个物件伫咧吼，你看遮有遮个物件伫咧，遮太空包伫咧。对。这人本来条溪啊，应当围开啊，围开讲要做志洪池嘛。哦，这个溪啊，这下底咱讲要做志洪池嘛吼。啊，你看嘛，遮就一个志洪池啊，有无？啊，遮志洪池这张煞变，啊，搁屯白啊。你看这志洪池啊，啊，你看下底这个大家吼，这是屯白呢，啊，这两张图。你甲比较啊，一样的所在，沉沙池是咱开始做伫个山顶，要登山的所在，恁大家甲看，要登山的所在吼，你倒伫山顶，还甘对，所以这个工程一看就知影有毋对啊啦，这咱讲坦白话啦。你讲，阮公司我7档来人去甲抗议啦，三明治伫遮，但是我一定爱甲咱的乡亲讲，咱观众朋友讲过去就好啊，这。而且，这过去就好啊，莫阁讲遐啊，这都恁都来遮，恁都用这个，我就甲你讲实在讲，我所受的迄个有诶无诶遐个代志吼，迄拢甲放水头啦，无甲当做一回事啦。完受阁结落吼，台湾永远未平静啦，过就好啦，算了啦。是好啊，所以陈永和被称为世界上最棒的里长以外，你还有一个外号，你敢知？开天窗的里长。其实阮做新闻拢做惊讲，什么开天窗就是意思讲袂赴嘛。但是这个开天窗是好的哦，因为呢，伊担任这个里长以来呢，甲恁这个牛埔这个所在，原本是很荒凉的地方哦，变成一个很棒的秘境，好像开了一个天窗，很棒。咱来看影片。伫正式参选市长以后，陈永和甲家后就是这台小白要吐全市37区，无拍算分选，只要发明便宜。上有对桂林徛街回到龙家乌山卡的老厝，嘛伊甲牛埔里活动中心的乡亲请安。大家虽然烦恼，但市遮大是要安怎拼？不过陈永和认为，就是结落去，一个报一个来改变选举文化，毋是有钱有势才当选市长。当然，对着伊来讲，4党的里长任期对牛埔上大的改变，就是开道路加改善环境。
除了运用人脉争取公部门的经费，甚至家己开钱，将120档来买路，或是有大水沟危险路段添平翻新，成为建立牛埔的地标。嘛，以外请韩国人来学习警示安全措施。当选里长后，我第一个要让老百姓感受到牛埔的改变，就是环境。环境我就开始无用迄个草药啊，我全部拢用喷草啊。我就开始去学遐工区，开始喷草啊，开始固工，啊了后甲一寡遐所有的双平面的一寡遐杂树啊，我就全部拢甲臭的树藤啊，全部拢甲整了清气，到今仔日咱这条路。随着陈永和的脚步一路要洗遍牛埔里，历所有建设当中，上届值得骄傲的建设，就是原本伫五经已经要拍远的路，伫乡亲的支持，拄来变成700-800公尺的登山步道，会当看风景、发展观光的秘密景点，嘛加了一个开天窗的里长称号。更使人感动是，当地其实只有5户在地为居民。这条路要反悔去，但是这条路会当互迄个真侪山顶的人出入啊。啊，佫说入去，这条路是咱的先人甲咱争取的啊，咱哪会使放我无去？啊，你若佫毋做，以后就无去安尼。安尼我就赶来做。啊，而且呢，我要佫互老百姓佫愈认同我。我咧反对这，我佫真正嘛真心咧建设，毋是干那样反对掩埋场呢。所以我为着要互老百姓佫对我愈有信心，我一定找一个上歹做的工课。啊，所以上歹做的就是这条5间登山步道，这条若做会开，我相信大家拢有看。以后我若要转迄个伊那迄个取得所有权啦大家拢会转互我。我用这条开始，所以我就从牛埔的最北边，我就开始做起哩，上困难，叫我做开啊。对牛埔道路建设用心，甲对捍卫乡土的坚持作为起点，陈永和要凸显真正的民意，勇敢行家己的路来改革选举文化。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我发现你拢经个上歹做咧做呢，敢是安尼？我选里长，那么讲我绝对袂调，因为1支粉1滴水1粒分量，甚至一句拜托我都无爱，因为我感觉讲。这个台掩埋场污染着是恁大地遮的人呢，毋是我呢。啊，我要倒来做工课，我著搁甲你拜托，而且我感觉毋对。若袂，大家做伙拼。啊，你也免甲我拜托我，啊，我免甲你拜托你。啊，你也无欠我啥，我也无欠你啥。啊，这咱著祖先留落的土地，大家讲结果。对。啊，我著咧甲用，咧甲选，还叫我选掉。啊，搁再往前就是讲，反对掩埋场到目前为止。毋捌，我甲咱的观众朋友报告啦，毋捌人讲我反对会成功的。结果伫顶个月，伫我选顶个月7月2日我宣布选市长嘛伫我宣布了，掩埋场已经甲因一寡工人拢撤退啊，无啊。安尼我到底有赢无？只要伊若无台落，一日我就是赢。啊，伊若台落，我就是输。啊，你有艰难无？无人讲呢，无人讲我会赢，反对我掩埋场会赢，但是咱。毋是去用无理去甲反对，毋是讲因为迄是阮兜，我著甲反对，毋是，就讲你选择的地点毋对嘛，所以人毋但会有一寡官员会支持我，人里长讲的对啊，你顶游台独，下游咧政治，毋对啊咱的理念对，咱的观念对，咱的诉求对，毋但有今仔日因会停工，啊无伊也要停，你开遐济钱落来，你咪较5万要搁继续做，啊才会停。咱是有理，啊，搁来你讲，最近主持人你咧讲我，迄个拢惊迄个选了上歹做吼。看你歹做。我咧讲，我本来是讲我做里长时，迄条路上歹做，我绝对要甲做开吼。迄是无人看好的啦。我真正甲做开，我感觉迄条路是真正上歹做的啊。啊，毋过，真要选市长吼，我感觉市长这条路搁愈歹行，搁愈歹做，啊，但是我嘛共款要搁甲做。毋认输。要做一个勇敢的台南囡仔，要做一个带着咱台南人来改变这个选举文化的台南囡仔。我绝对要做到到。哪怕阮兜剩4票，我绝对要甲选到到。对啊。袂使搁有这种文化，搁继续安尼落。这种选举文化，搁落咱的子孙未来要安怎？咱的社会、咱的国家未来要安怎？若无钱，拢袂使选。若无钱就免选啊！恁兜的囡仔若无钱，我看伊偌有才华，伊无才调，但是。咱若恢复到正常的选举文化，
我甲主持人去报告。只要这个人，若是有迄个热心，有迄个才华，安尼伊就会当出来选。伊若当出来选，到时对咱的社会有帮助啊，对咱国家有帮助啊，安尼对咱的未来子孙是毋是有好处？你今仔日若是讲开钱开几千万去选一个市长啊，市长我听人讲4档落来，敢若领偌济钱啊？知2000万，4档领2000万，1档领500万，因伫初选开一堆钱去，几千去，大选要搁开几千，一届做了，搁加伊做一届，因兜毋做一家伙人买，现在开大家才来选举，我嘛想无，我嘛想无，所以我毋是无钱通开，我是袂愿开，我就是要选到做清气，我要改变这个选举的文化，互咱后代的子孙立下一个典范，改变这个选举文化，咱的国家才会改变，咱的社会才会改变，咱的环境才会改变，因为政治无改革，咱的环境就自然，社会环境就自然被污染嘛。政治若歹，自然社会环境就歹；社会环境若歹，自然咱的大自然的环境就歹。我足简单就是安尼尔，所以我绝对要坚持清气甲选老底，哪怕佮讲我无钱通开我嘛是照常甲选。赛车尔加油尔无差。是，所以人讲政治所开钱的，你选举，包括你一寡广告，你请的人啊，一大堆人，顶讲开足侪钱，所以即届你350万算是开上少的一个啦当然，咱知影讲你是本身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不是讲无钱。第二，但是就是坚持要清气来参选。好，咱今麦知影讲你要参选台南市，你不只讲是在环保啦、掩埋场这方面而已，你一定要对我们台南市整个有你自己的一个规划、一个蓝图嘛。要做市长，你当然知影讲，我连纲要安怎来治理台南市，来今麦你甲咱的乡亲报个一下你的理念，好不好？我的理念我就是要打造一座公民城市。我就要打造台南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人会大一个城市，要安怎有人会大一个城市？因为咱这台南城可怜啊，我本来是想讲要甲咱的囡仔的政策赶紧来甲落实，要甲咱的老人的政策的福利要安怎赶来甲落实，治水要安怎来做？结果我最近发现到，这拢毋是紧急的啊呢，正常紧急的就是咱的路面爱全面体检，道路一定要全面体检。我若上任，恁观众朋友恁听清楚我若会当当选，我第一件代志，我绝对道路我要好好来甲改善，要来甲做身体检查，像咱人拢爱身体检查嘛。咱的道路若无身体检查，每一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在路上你会不会掉进一个大坑洞里面？不知道。对啊，随时拢烦恼啊。这随时有危险的呢。而且呢，饮水的问题，饮水要落大雨，无咱嘛搁来做闸门嘛，你掉到天坑的话啦，天坑若落落迄个崩坑，你无当看，你真正毋知影谁来开遐落去，所以这件代志我绝对优先。第二，我绝对会改变咱的市政，我家己本身特别会3年半。然后一寡向招待者贵宾啦这袂使无一啦再一点，国外考察我4档内底无要编我家己国外考察的预算。若是基础所长前2档全部总取消，无迄个国外考察的费用啦。要看这个物件尔，去佚佗去1礼拜，看这个物件啦，我去做生意看这个物件尔，我买3日就回来啊。我3日就回来，我讲咱买，那这个2档内，咱要接这个工课落来。咱就爱讲好市政落来，咱拢爱进入轨道。你无进入轨道的时阵，你讲毋爱搁编遐预算去国外考察，考察倒来遐样啦。厝内工课做袂了，搁外口饮食倒来咧做，无可能。所以迄2档我全部拢删掉。第3年就是爱看有迄个需要，甲无迄个需要。若无迄个需要，那个国外考察的费用照三不误。如果若有迄个需要，我编互伊。爱看有需要，甲无需要。若是有需要。这2档内底，人因遐个技术所长做了嘛袂歹嘛，咱就爱去外口学习人的新的嘛。安尼的话，老百姓对咱毋当有迄个感受会较好观感会较好，咱就去安尼。再者就是讲，遐钱省开要安怎？遐钱省开，咱要来做囡仔营养午餐啦，是要互老人做福利啦，来抛砖引玉，
互大家讲，安尼咱爱来重视遮个老人甲囡仔遮，无你囡仔，你讲歹听，囡仔生了经济费用一大堆，大家若歹趁食，你讲人口不会少子化吗？未来越来越严重啊！所以一定要来减轻遮个年轻妈妈爸爸因的负担，爱来减轻因对因的四大人的负担。所以咱的国家的长照2.0啊啥啦吼，我一定会要求咱中央，你爱甲我落实甲大底。你讲甲遐好听，我伫现场甲你看，我若上班呢，我无伫市政府啦，37区我拢有办公桌甲椅我拢要来遐坐。搁来一点，台南要成为宜居的城市，就是爱厝人买会起嘛，厝买袂起啊，厝买袂起的情形之下，要来宜居。即使讲我的地水做会好啦，我逐项拢做会好，买厝都买袂起咧。我会去社会住宅，我会来调查，我会调查啥？咱的国有地，咱的市政府的土地，我会甲杀出来起迄个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呢是要用什么心态？别人用什么心态要去社会住宅？对一个后生人要用什么心态社会住宅？我唔知啦。但是我甲咱的观众朋友讲一个实在话。我的社会住宅，我是用我要大的心态来起，要互恁大。若是如果干那要起互恁大，就干那讲，我就起到对恁有交代，互恁大到，甲我无地带啊。安尼我你讲一平，我有甲建筑界遮的好朋友哦。我家本身做企业嘛，所以我会了解一寡企业界的朋友嘛吼。因讲一平8万，若是简单要起互恁有项大，一平8万。但是我安尼去甲看遐资料看了，就讲安尼也会使。那我要起，我要用我家己大的心态来起，互恁大。我若用我家己的心态来起，互恁大，一平10万。一间厝一定爱35平，拄好350万。那你去外口买，可能爱500-600万。买一间公寓3房2厅。因为咱土地迄个成本悬嘛，咱若用市政府的土地、公家的土地，咱莫阁标互别人啊啦！你标除了，你唔甲摕来起厝，或者少年啊，37区啦，我找有所在人起厝，我就要甲起。你若是干来讲，就干那要爱200多万，就一间厝，好，我来起那互你。但是你若要爱大，以我的理念，以我的观念，我绝对要起，我家己会当大。我若家倒倒来感觉家叫我搁起互你大，安尼无理。所以我甲我的建筑界的朋友，我讲坦白话，一平爱10万，若要起高大，一平8万。一平8万就起来啊！因为我家有起过工厂啦，我家有起过厝嘛，我建筑界的朋友也真侪嘛，所以讲我的政策落来伫遮。像讲各一项，咱的交通一定要便捷。咱的交通呢，若不便捷，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发展啦。所以我要发展观光，我要解决偏乡，要啦，我要用观光巴士来解决偏乡。这只车呢，都拢伫遮咧说，会用走去甲迄个南昆新，会用走去甲牛埔夜市街。会用走到悬安尼，咱为台南出发，咱较着爱搁再去遮转运，去遐转运的，唔免。咱着一站拢爱停的，你着拢讲甲停。只要终点站就是伫咱要爱去的所在，像牛埔龙塘啦，像咱的悬安尼啦，像咱南昆新大天府啦，咱着坐这台车来知影，唔免讲去遐着搁倒搬车，甚至咧老人啦爱转运，伊起落车危险。你要加一间危险袂用难的，你着一间人古早着驶甲够啊，你进无来无一间改的。这根本乌白改啊！那这点我若上心的时阵，公车一个我就随甲好调伊啊啦，袂见插伊啊啦。你过来，搁一个停车场，无停车场好人，干那要叫人来遮佚佗，来遮佚佗，要咱佚佗。我载这车来，这都无地停啊。所以我们的公车一定要便捷化。公车若便捷化，咱伫外围找一个所在，互伊会当来停车。了咧，咱着若假日的时阵咱着15分钟就一班车，10分钟一班车。市内的车袂使用大巴士。总坐无2个人，总坐起来无2个3个啦，加拢头5个尔啦。你用去食遐食用啦，你用20人做会倒嘛？而且咱的台南的路细条，细条的话，你用去车较大车用啦，加塞车呀，用细车。所以我伫交通，伫道路安全，伫囡仔的照顾，伫老人的福利，伫治水，拖吊场，这我都要甲改进，我绝对要改进。尤其我主持人，你报告一下我的治水。市区内底有法度做一个自洪池无？我你保证无可能啦吼！要挖一个水库内遐大窟，几啊公顷、几啊10公顷，较有可能呢？台南市内都全部都拢大人啊！你免哪挖？我你讲我吹出来啊！你吹出来伫倒？又较简单。迄个上大的自洪池，可能全台湾上大的自洪池会在台南诞生。若去我做市长，我绝对甲做。咱台南市的运河啦，
咱台湾市的运河就是安尼啊，遮入来啊，为遮吹嘛，就是这样嘛。啊，这个做两个闸门甲炸开啊，因来咧涨潮的时阵吼，咱闸门甲炸开。吼啊，用抽水机甲抽好水。啊，等甲伊大风若落落来时阵，伊就向滴水啊。咱就是今仔日的市区的水，拢是家己内面的水嘛，啊排袂出嘛，因为海重嘛，啊排袂出。啊，到两面甲炸开的时阵，啊用抽水机吼甲抽好水，啊伊的水落来时阵，啊就袂饮水啊。啊，开也毋值钱啦，啊，最大的自洪池啊，袂晓用啊，真正惨。系啊，即我拢有想过啊，我拢若一面，我拢开天窗的时阵，就是我一面去拜票，啊，一面就去找讲，啊，树林内底后壁是创啥？我一看，哦，这真水，我就用。啊，我真咧开双轮车，我就行到对，看到对，行到对，看到对。啊，我若发现到问题，我就赶紧找时间去请教专家。我走去到台北，我若看到问题，我会走去到台北呢，我会走去到台中呢，去请教人讲，啊，这交通免哪用？啊，这地水免哪用？啊，国外考察是免哪用？啊，现在开始变的呢。我若是我找到问题，我就赶紧去找答案。所以我敢讲，真诶候选人内底，因有看到足侪问题，啊，因诶拢有足侪无聊伫甲因提供答案互因。我陈永和，我陈永和，所有诶问题我看出来了后，我家去找答案。我找答案找出来了，我家己会去落实。一项都袂有减去。靠我家己。拢家己来啦。我家己来，因为即个要改进吼，都要由你本身家己去改起嘛，袂使拢改老百姓。我市情要改，先改我家己。先改这技术所长。恁家己要来为民服务的，你著忙搁再讲遐。头前2档的工课都做袂了，你要去国外去考察，摕倒来做袂了，搁愈做愈惨。啊，所以甲现有的问题解决，未来台南，你讲要叫我提出啥物大建设、大发展，我无来。因安那啊，解决这个问题，你著虚咧咧啊，你靠有时间能可以提出来。所以下一任的市长，我认为如果他提出大计划、大建设，我认为我感觉无啥可能。上届大下一任的市长要做，就是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太多了嘛，治水问题嘛，交通问题嘛，住房问题嘛，对不对？道路安全问题嘛，你干那解决这，你适当你就做事啊啦。所以我甲因无共吼，我袂去甲恁讲遐政见有无，我做实在，讲我实在做会到的代志。啊，我看到问题，我来解决，安尼希望恁会当甲支持，会当甲照顾，拜托你。对，所以陈永和候选人吼，本身里长基层出身的啦吼，所以对着这个基层问题做了解啦。所以你拄则提出来，迄拢是然后足侪民众，你感觉应该爱解决的问题啦。我就干那讲这个地水道啊，地水大家拢讲要安怎做安怎做，啊，到底要安怎做啊？啊，我若听到讲到安怎做，要来请教遐专家学者，啊，要安怎做？所以你家己拢有去找出迄个方法啦。我找出啦，仁德的饮水一定要分流，无第二步。啊，南区的饮水一定要搁来扣水去一个迄个自洪池，啊，用较济迄个抽水机甲抽好水。为什么大港寮我真无咧饮水啊？抽水机有够嘛？伊集中水开抽水机有够嘛？我以后若抽水机，我搁有去问遐专家，我要安怎做搁较好？人因有甲我讲，你爱搁加准备较济迄个机动性，机动性的这个抽水机。比如讲，我准备伫你来放10只，才放10只，但是啊，你遐大音，啊我这小音，啊我这嘛放10只，啊我剩下要哪？我剩下10只要哪？这实在嘛所以我就用机动性的，用车载去甲你遐，到处抽的。反正种有5个所在拢有放真侪抽水机，但是有2个所在咧饮迄3只赶紧机动性调去。袂去影响到伊面的排水的情形之下，我会去调，所以我会增加机动性的那个抽水机。我要甲运河，真正要甲运河吼，讲一个较歹听的，内底水都要互伊的循环啦。咱若即讲落雨落来时阵，水还搁抽好水、排好水，等甲伊若好停的时阵啦雨季过，咱涨潮的时阵，闸门一打开，水就搁入来啊，毋是永远拢清气水，就开惊人水咧。好，我真正有这个想法啦。你讲，前有阮6个市长候选人，我要请咱各位观众朋友，恁家捌听过讲运河会当做自洪池吗？毋捌。恁敢捌听过讲运河要甲做闸门甲炸开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水会清，涨潮退潮，水伊家己会洗清去。第二，若落大雨的时阵，咱的市区反射会减轻，这个饮水，这是我爱请教人出来。当然，未到落雨，我嘛毋知啦。不过我就是有这种想法，比人较先进。我伫仁德遐，若
迄有四线道的，四线道的根本就无啥车走，你甲做甲四线道，那我甲乌2线道开，来甲立地遐吼乌开，我要来甲做一条溪啊，我搁特别搁甲做一条溪啊，搁会留甲2人死，安尼我无相信讲会搁淹水。吼，该乌溪啊，该运河就运河，该抽毛搭就抽毛搭，这我真正我会把你相信我。好，所以咱听到这个陈永和候选人呢，伊的政见不是讲要来做什么偌大的建设，也是比较务实的，希望说能够解决目前民众关心的问题。好，咱伫节目最后嘛，请你来做一个结论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啦吼！若要讲较亲切的，就讲各位咱台南市的市民，大家晚安，大家好。我陈永和3字，希望恁会当搁较记咧吼。我毋是为着这个官位来选这市长，我是真无奈，等来行出一步。但是咧，恁相信我，我会做互恁看。恁一票转互我，就是转互台南这个希望，就是转互恁的故乡，台南有一个未来，互你的子孙有一个愿望。相信我，拜托恁。甲我配合，拜托。好，咱今日再次来感谢陈永和候选人到节目当中。咱透过今日的节目呢，咱嘛将陈永和这位候选人呢介绍给咱的台南市民更加了解伊的理念甲伊的政见啦吼。如果呢你对着讲伊的理念你有支持，你就互伊一寡鼓励吼，是一个鼓励的去。好，咱再次感谢陈永和候选人，谢谢您。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新闻时下节目伫遮告一段落，咱再会。谢谢。